过来消息来看，新党的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公布一段乌兴学院开会录音档，指控乌兴学院的创办人沈碧阳亲像有收外国的资金，佮讲若有飞弹，若有中国的飞弹拍过来，会有正大的帮战。也毋过，沈碧阳早起是批评讲，这是典型中国的新政手法。迄当时伊是学者，摕各国的补助，拢是公开的资讯。再来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这个中国的飞弹，中国的飞弹打过来那一次，其实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这段流出来的音档是苏当时乌兴学院的创办人沈碧阳开会时阵的音档。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指控乌兴学院哪像收外国的资金，批评沈碧阳透过两花紧张的局势来得到家己的政治利益，要求伊要甲不分区立委撕掉。他所谓的大陆飞弹打过来对他们有帮助，不外乎就是对他募款有帮助，对他们黑熊学院壮大自己有帮助。那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表面上喊抗中保台，背底却在暗算，哎呀，中共飞弹利我良多，会引起公愤的了。老百姓不能接受他这样子借着抗中保台做生意，然后希望中国打飞弹，他可以募得更多的钱，赚更多的钱。沈碧阳车站嘛亲身出面，在记者会批评讲，这是典型中国新政的手路，用一寡指控来甲特定的人物作恶，针对个人打击心理封杀。而且背回家己苏当时是学者的身份，提各国研究的补助，这拢是公开的资讯。伊做立委了后，都已经停止所有的申请，嘛已经离职。而且解说这音档的内容是咧讲台湾民防意识的提升，不过煞是去用作恶。所以在那一个时候，我们得到了巨大的关注，也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主来接触我们，然后跟我们讲说，你们做的事情非常的重要，我们能不能够帮忙？就那么简单而已。结果竟然可以被曲解成说，我说飞弹来了可以赚大钱。沈碧阳表示，过去这2礼拜，就至少有10项对伊的作恶甲指控，包括伊伫美国有3栋厝，甲伊的学历是假的，伊嘛有提出伊的毕业证书，甲房产的证明来背回。伊嘛强调讲，中国对使用这种舆论战、法律战甲心战是真熟手。伊认为，接落来会受到攻击的对象，真有可能都是各项罢免案的代表人。公视新闻台北报道。